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4月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5篇，但以理书第3章第1节到30节，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辩护者。英文辩护者 defender 若是用在海军呢，它叫做防卫舰，通常是配备非常精良、防御能力极佳的一个军舰。就美军的舰队组成来看，它通常就是在主力舰或是航空母舰旁边来做防护的军舰，非常重要的一个军舰。那有一款欧洲的车子，顶级车子也叫做 Defender， 它里面的配备当然是非常顶级的，非常好的。车子的广告是这么说的：全地形王者血统，可以说他们自称为高级中的高级车。当然今天的经文不是要讲车子或是军舰不过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概念来提到信仰当中的救恩。圣经说到这个救恩是白白得来的，并不代表救恩不值钱，而是非常有价值，但是却白白的赐给了世人。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但以理与他的几位朋友，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的事情。虽然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了梦，但也同时被了重用，但是却仍然被人陷害。那是因为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他要全国的人都来向他跪拜。但以理书第3章第1节到第7节，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座金像，高27公尺，宽3公尺，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王召集所有的大臣，包括总督、省长、副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地方官和各省所有其他的官员，要他们参加尼布甲尼撒王所立这座金像的揭幕典礼。大臣和百官都聚集来参加典礼。当他们站在金像前面的时候，传令官大声宣布：各国、各族和各种语言的人你们一听见号角、箫、七弦琴、筝、竖琴和所有其他乐器的声音，都要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谁不俯伏敬拜，就要立刻被扔进烈火熊熊的窑里。因此当乐器一响，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但是但以理的朋友们却不向偶像敬拜，因此他们就被控告。但以理书第3章第8节到18节这样说道：那个时候，有些巴比伦人趁机指控犹太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陛下万岁！陛下曾经下令，当乐器一响，所有的人都要俯伏敬拜金像，谁不俯伏敬拜，就要被扔进烈火熊熊的窑里。陛下所指派管理巴比伦省的政务几位犹太人沙得拉、米沙、亚伯尼哥却违背了陛下的命令，他们不拜王的神明，也不向王所立的金像下拜。王听见这事，就大发雷霆，
下令把这3个人带到他的面前来。王对他们说：沙得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真的不拜我的神明，不向我立的金像下拜吗？现在你们一听到号角、箫、七弦琴、筝、竖琴和其他所有的乐器的声音，就要向金像俯伏下拜。不拜的人立刻要被扔进熊熊的火窑里面。你们以为会有神明来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沙得拉、米沙、亚伯尼哥回答：陛下，我们不愿意为自己辩护。如果我们所敬拜的上帝能救我们脱离烈火熊熊的窑和你的手，他一定会救我们。陛下呀，即使他不救我们，你要知道，我们也绝不拜你的神明，不向你的立的金像下拜。但以理的朋友坚决地拒绝这样的要求，他们就是不下跪去拜那眼不能看、嘴不能说、耳不能听的偶像。后来就被处以极刑。但以理书第3章19节到25节的经文，尼布甲尼撒一听，脸色都变了，向沙得拉、米沙、亚伯尼哥大发雷霆。于是王命令左右把火窑烧得比平常热7倍，又命令军队里最强壮的士兵把3个人绑起来扔进火窑里。士兵就绑了这3个人，把他们扔进去。当这3个人衣着整齐，穿着内衣外袍，也戴着帽子。由于王的严令，窑火烧得非常的猛烈，从窑里冒出来的火竟把执行命令的士兵烧死了。那时沙得拉、米沙、亚伯尼哥仍然被绑着，落入烈火当中。忽然尼布甲尼撒惊奇地跳起来，问他的大臣：我们不是绑3个人吗？把他们扔进烈火里吗？他们回答：是的，陛下。王问：为什么我看见4个人在火中走来走去，他们都没有被绑住，也没有一点烧灼的样子，而那第4个人看起来很像是神。但是因为上帝亲自成为了他们的护卫者，保守看顾他们，让他们毫发无伤，因此尼布甲尼撒王就高声喊他们。但以理书第3章26节到30节记载，于是尼布甲尼撒走进炎火的窑口，大声喊：沙得拉、米沙、亚伯尼哥，至高上帝的仆人，请出来吧！他们立刻从火中出来，所有的总督、省长、副省长、其他的官员都聚集在这3个人的周围，发现他们一点灼伤都没有，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烧坏，身上也没有烟火的气味。王说：愿沙得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上帝得到称颂，他才派天使来解救信靠他的仆人。他们宁愿冒生命的危险违抗我的命令，也不肯俯伏拜任何的神明。他们专应敬拜他们的上帝。现在我下令，无论哪一国、哪一族、说哪一种语言的人，凡毁谤沙得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上帝的，都要斩断4肢，他的家要变成废墟，因为没有神明能够这样施行拯救。于是王提升沙得拉、米沙、
亚伯尼各3人，在巴比伦省担任更高的职任。上帝亲自成为了但以理的朋友们的防卫者，帮助他们抵御了人的心所存的坏意识，抵御了火的酷刑，并且使他们因而得到高升。这个最佳的防卫者、辩护者上帝，他也透过耶稣基督赏赐所有基督徒。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提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辩护者。我的孩子啊，我写这些是要你们不要犯罪。如果有人犯罪，我们有一位公义的耶稣基督，替我们向天父陈情。基督牺牲了自己，赎了我们的罪。他不但为我们的罪，也为全人类的罪牺牲自己。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我们就知道我们认识他。若有人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这样的人是撒谎的，真理就跟他没有关系。但是呢，遵守上帝的道的人，他对上帝的爱就达到了完全。说呢，他有上帝生命的，应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这样我们才有把握说我们有他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们，我写给你们的不是新的命令，而是旧的命令，是你们一开始就领受的。这旧的命令是你们已经听过的信息，然而我写给你们的也是新的命令。这命令的真理就在基督的身上，也在你们当中表现出来。因为黑暗正在消失，真光已经开始照耀。如果有人说他生活在光明当中，却恨自己的弟兄或是姐妹，他仍然是在黑暗中。爱弟兄姐妹的，就是生活在光明中，不会使人失足犯罪。可是那恨弟兄和姐妹的，就是在黑暗中，他在黑暗中走，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因为黑暗使他们眼睛瞎了。这个辩护者是因为我们活出了基督的生命，就不再受到撒旦的攻击，不会失足，也不会使人失足，因为有主成为我们的帮助。诗篇135篇，要赞美上主，上主的仆人啊，要颂赞上主的名。你们侍立在上主的殿宇，在我们上帝圣所中的人啊，要赞美上主，因他至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他慈爱。他为自己拣选了雅各，拣选了以色列人民归他。我知道上主伟大，我们的主凌驾万神，在天，在地，在海洋，在深渊，上主都随着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使云雾从地极高上升，使闪电夹着暴雨来到。他使风从他的仓库吹出。他在埃及击杀了所有的头胎，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在那里，他们行异能，显神迹，惩罚埃及王和他的臣仆。他消灭了许多的邦国，击杀强悍的王国，有亚摩利王西宏、巴珊王噩和所有的迦南的王。他把他们的土地赐给他的子民，赐给以色列民做产业。上主啊，你的名永垂不朽，万世万代的人都要纪念你。是
上主要为他的子民伸冤，要怜悯他的仆人。列国的偶像用金银铸造，是人的手所雕刻的。他们有嘴巴却不能说话，有眼睛却不能观看，有耳朵却不能听。他们口中没有气息，愿所有制造和相信偶像的人都跟他们所造的偶像一样。以色列人要颂赞上主，亚伦家的祭司要颂赞他，利未人要颂赞上主，所有敬畏他的人要颂赞他，要颂赞在锡安的上主，颂赞住在耶路撒冷的上主，要赞美上主。恳求主在我们的面对这个强敌困境还有艰难的时候，能够成为我们的护卫者，让我们能够胜过试炼，坚定的相信，坚定的跟随主的命令教导而行，不至于偏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